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卫生局一个女雇员去互顶尸甲吞大，想袂开跳楼自我了结。代志经过1个月话，这个女雇员的妈妈写一张对查囝的思念批，由这个女雇员的职辈阿姊甲念出来，上主要是要呼吁外界唔通对家属造成二次的伤害，嘛要来鼓舞着有同款状况的被害人，都要勇敢站出来，唔通互悲剧搁来发生。 伊是新北市卫生局姓林的女性员工，个月进前去张氏欺负，最后自杀。这回家属决定站出来。回想那一天深夜赶到北部，看到瘦弱的你几乎粉身碎骨，我完全不敢相信，为什么要用这么惨烈的方式离开世界？代替死者的妈妈念这封批，表达对查囝的思念。但如果真的是两情相悦，那为什么从来没有听你幸福的说过？ 女儿，来生我们再当母女好吗？姓林的女性员工捌伫面册顶悬写讲，家己3年进前去福建中心的执行长侮辱，最后阁逼甲含伊交往，但是却向提出告诉，妨害家庭。对方讲2个人相爱，家属无法度认同。谣言跟抹黑，对我们家属而言，真的都是2度的伤害。我没有保护好我的妹妹，才会让她遇到这种事情。 我真的很对不起他。遭遇到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境的时候，能够去勇敢求助。丢度真久，家属决定要站出来，希望同款的代志唔通再发生。但是真相如何，都要等司法来解决。